今天係星期天，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好多嘅詩歌同埋藝術品，都係喺作者離開世界之後先得到人嘅讚賞。不過呢一首詩歌喺佢面世之後就享譽盛名。美國好幾間廣播電台邀請聽眾票選10首最中意嘅詩歌，古舊十架始終都係遙居榜首。古舊十架嘅作者貝納，佢出生喺1873年。佢爸爸係一名煤礦工人，出世冇耐，全家就搬到去愛荷華州居住。佢就喺嗰度學習同埋成長。不過15歲嗰年，貝納嘅爸爸離開世界，佢去到礦場工作，負起照顧媽媽同埋4個妹妹嘅責任。生活縱使係好艱難，貝納仍然靠着神嘅恩典，勇敢面對人生各種嘅挑戰。信主之後嘅貝納同佢太太去到救世軍擔任重要嘅職務。離開救世軍之後，貝納成為一個無宗派嘅傳道人，後來被按立成為牧師。呢位牧者一生以主嘅話語為念，勤奮去傳道。佢嘅足跡遍及美國中西部、北部同埋加拿大各個地區。佢更加致力去舉辦多場嘅奮興佈道會。有一次，佢喺外地佈道返嚟，遇到好嚴峻嘅考驗。佢重新思考到十字架嘅意義，佢真正明白到使徒保羅喺腓立比書3章10節講到，與基督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貝納喺1913年創作咗古舊十架，佢先係作曲，跟住再作詞。不過試過好幾次都唔係好滿意，最後一份歌詞先能夠傳譯到佢內心嘅聲音。喺同年嘅6月，經過芝加哥一個培靈會上嘅介紹，古舊十架好快就廣為人知。詩歌被灌成唱片，發行千萬張，再經由電台廣播，好快就流傳到去學校、醫院、家庭，甚至係監獄。詩歌更加被稱之為係囚犯之歌。貝納同佢太太哈娜一共創作咗300多首嘅詩歌。有一次，有位曾經喺中國廣州明心盲童學校工作嘅宣教士，佢喺見證分享，學校有名女孩子，佢患上精神分裂症，好多時候都會無端端發脾氣。咁有一次佢發病，咁啱唱機播放緊古舊十架，佢聽到音樂之後咧，就即刻安靜落嚟。之後幾次都係咁。另一位嘅癌症病人，佢打去電台點播，希望主持人可以為佢播放古舊十架。最後佢就喺歌聲當中安然返天家。冇諗過呢一首詩歌可以治療撫慰心靈。貝納晚年嘅時候搬到去密西根州里德市，當地商會主席喺佢屋企附近樹立一個高12尺嘅十字架，上面寫住古舊十架作者貝納之家。夜晚呢，仲會有燈光射落去十字架，遠處都能夠睇到。願我哋都能夠透過呢一首感動人心嘅詩歌《古舊十架》，再一次去檢視我哋嘅信仰生命。一生背負十字架，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。各各他山嶺上，孤立一十字架，這是受辱痛苦記號。神愛子主耶穌，為世人被釘死，這十架為我最愛最
今天係星期天，講道嘅經文記載喺馬可福音8章34到38節。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，對他們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，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，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，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。今天星期天，各各他山嶺上孤立一十字架，這是羞辱痛苦記號。弟兄姊妹，當你聽到首歌嘅歌詞嘅時候，你嘅感受係點樣呢？喺1900年倫敦嘅一份報章上面，有一則徵求人才嘅啟示。呢個啟示同一般嘅聘請廣告好唔同，使到人非常嘅驚奇。廣告係咁樣寫嘅：知聘請人員從事探險工作，探險地天氣奇寒，數月不見天日，經常在危險中，且難保安然歸回。唯遇探險成功，可獲殊榮，受人賞識。千祈唔好以為有人喺度開玩笑。刊登廣告嘅係名聞天下嘅南極探險家薛格斯頓爵士。雖然南極探險係一項非常艱巨嘅任務，但係卻係有好多人好熱烈嘅反應，使到佢非常嘅興奮。喺2000多年前，耶穌基督徵募門徒嘅啟示係更加令人詫異嘅。佢咁樣講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嘅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嘅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嘅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，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，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，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。耶穌基督向嗰啲跟隨佢嘅人所應許嘅，竟然係一個十字架，係一個好似好羞辱嘅一個標記，一個最殘酷嘅死刑。耶穌就係咁樣嚟到徵募佢嘅門徒，佢咁樣呼召佢哋，係何等嘅嚴厲啊！如果我哋要做一個蒙主喜悅、認真嘅基督徒，就必須要認真嘅考慮我哋嘅主佢嘅要求係點樣，就係背起十字架嚟到去跟隨佢。主嘅要求，相信當時嘅門徒係好難去理解，但係主經過咗十字架之後，我哋就明白十字架嘅生命係點樣。喺馬可福音第8章34節嘅裏面係指出咗十字架係每一個跟從耶穌嘅人係所必須嘅。我哋唔單止從十字架嘅洪恩大愛裏面領受嗰種生活嘅溫情，唔係單單嚟到欽崇十字架嗰種英雄主義犧牲嘅精神，從而獲得一種生活嘅啟迪，而且我哋要肩負十字架，活出十架嘅生命，跟隨基督嘅腳蹤。菲律賓係一個天主教嘅國家，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一啲天主教嘅聖堂。喺呢啲聖堂嘅門口咧，往往有好多嘅小販喺度擺賣，嚟到賣佢哋所講嘅一啲聖物。有一次有一個嘅細路仔，佢就攞住一件嘅物件向佢嗰啲遊客嚟到去兜售呢啲嘅物件。佢一邊揮舞呢個十字架嘅時候，一面就講話very cheap very cheap，個意思即係話一個好廉價嘅十字架，有得賣啊，有得買啊咁樣。今日有啲教會嘅光景，可能就同呢一個嘅景象好相似。
人總係喜歡去買一個廉價嘅十字架，一個容易嘅宗教，唔需要付代價嘅信仰。或許今日有好多嘅教會，可能都喺度推銷緊一種廉價嘅十字架，從唔要求信徒對信仰要好認真，為神擺上佢哋嘅利益、時間同埋力量。但係喺各各他上面，耶穌基督所成就嘅救恩絕對唔係廉價嘅。雖然救恩係白白嘅恩典，我哋係免費嘅，你要賜我俾我哋，但係佢唔係賤買嘅一種嘅商品。呢個恩典係昂貴嘅，因為佢使到神付出佢嘅兒子嘅生命作為一個代價。十字架就係做門徒必須嘅一個代價。因此我哋透過馬可福音第8章34到38節，我哋睇一睇，當我哋背負呢個十字架嘅時候，3個俾我哋嘅反省係啲乜嘢？第一樣提醒我哋嘅就係十字架係要自願背負嘅，十字架係要自願背負嘅。雖然我哋就話講過十字架係凡係一個跟隨耶穌嘅人都必須嘅，係不可逃避嘅，但係我哋嘅主係從來冇勉強過我哋要孭上呢一個嘅十字架。我哋有選擇嘅自由，我哋可以跟從佢，當然亦都可以棄絕佢。主俾我哋有呢個取捨嘅自由。喺十字架嘅前面，我哋面對住一條唔係咁容易走嘅一條路，我哋必須要做一個決定，我哋必須有我哋自己嘅立場，最後嘅決定權仍然係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面。耶穌基督嘅呼召要求我哋作出一個決定，因為喺我哋嘅生命歷程裏面，要不斷嘅嚟到做好多唔同嘅決定，冇中立，冇中間嘅路線，唔選擇跟隨主，就等於我哋選擇咗嚟到棄絕我哋嘅主。我哋必須要做出決定，並且要為自己嘅決定嚟到負上責任。邊雲波弟兄喺《給無名嘅傳道者》一書裏面，佢描述到嗰位無名嘅傳道者，就係一個勇敢嘅去使用佢自己嘅自由，踏上呢一條坎坷嘅十字架嘅道路，自願嚟到去孭起呢個沉重嘅十字架，至死亦都不後退。另外一本書嘅作者效法基督呢本書嘅作者金碧斯，當佢講到十字架背十字架嘅態度嘅時候，佢咁樣講，佢話你若愉快地背負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會反過嚟到背負你。如果你係出於勉強去背負十字架，佢就要成為你嘅重擔，甚至乎加添你嘅重擔。冇錯，當我哋自願去背負呢個十字架嘅時候，係輕省嘅。而十字架反過嚟係會背負我哋，所以弟兄姊妹要記得，我哋要自願背負呢個十字架。第二方面嘅反省就係十字架係完全嘅，你要捨棄我哋自己，因為耶穌咁樣講，佢話若有人跟從我，就應當捨己。昔日如果有一個人背負十字架喺街上面走嘅時候，就知道呢一個係一個死囚。佢正在係向住嗰個嘅刑場嚟到出發，並且接受死刑。所以著名嘅德國神學家潘霍華佢咁樣講過，佢話當基督呼召我哋去跟從佢嘅時候，係要我哋為佢而死。而潘霍華先生的確就係為咗主嘅緣故，係死在獄中。我哋常常攞生活當中好多唔開心嘅事情、不愉快嘅事情，就話啊，呢個係主嘅十字架。我哋係何等嘅唔了解十字架嘅意義呢？正如耶穌基督甘願為我哋捨棄佢嘅生命，同樣我哋亦都願意為主嘅緣故捨棄我哋自己，甚至乎犧牲生命。即係話，我哋如果承認係基督徒，就絕對冇一種只係為自己打算嘅餘地。我哋可能要推翻我哋原有嘅計劃，
讓神嘅旨意喺我哋嘅身上面嚟到去成就，亦都藉着我哋嚟到成就。我想再講一次，呢個非常重要。原來我哋要讓神嘅旨意喺我哋身上面成就，亦都藉住我哋嚟到成就。弟兄姊妹，你可能想一想，今日你所走嘅路，可能唔係你起初想走嘅路，但係就因為係我哋為咗要完成上主嘅旨意，所以而家我哋走緊呢一條嘅路。十字架或許要掃除我哋嗰種嘅懶惰、因循嘅習慣，迫使我哋要關心呢一個世界嘅需要、弟兄姊妹嘅需要。基督更加要帶領我哋進入一個新嘅冒險，就係賺得全世界而賠上生命，定抑或藉住完全嘅自我捨棄而贏取嗰個唯一嘅一個真正嘅生命呢？我哋要學習透過十字架嘅價值觀，你要睇福音同埋睇我哋自己同埋世界嘅關係，以及我哋要向世界所應該負嘅責任。年輕嘅宣教士愛略特咁樣講，佢話捨棄嗰啲唔能夠保存嘅，從而贏取嗰啲唔能夠失去嘅，絕非不智。呢句說話正正就係馬可福音第8章34到38節一個最好嘅一個注釋。呢位嘅年青宣教士為咗傳福音俾歐克斯族嘅人，結果佢係被殺殉道，成為咗呢段經文最有力嘅一個注釋。第三方面嘅反省，十字架係我哋嘅十字架，係我們嘅十字架。背十字架係參與基督所受嘅苦，承受嗰啲因為跟隨基督而嚟嘅苦難。基督嘅十字架係受苦同埋被棄絕嘅。一個唔走群眾路線、撇棄呢一個世界嘅物慾嘅人，必然會遭呢個世界嚟到棄絕。佢好唔喜歡我哋係咁樣。耶穌甘願選上一條孤單難行嘅路，就係要成就天父嗰個嘅計劃，拯救失喪沉淪嘅靈魂。唯有嗰啲完全委身作主嘅門徒嘅人，先至能夠體會到十字架嗰份嘅奧秘。每一個基督徒都有一個十字架嚟到等候住佢，從開始呢個十字架就已經存在喺度。只要我哋將佢攞起嚟就係噶啦，我哋唔需要到處去揾我哋嘅呢個十字架係啲乜嘢，我哋亦都唔需要故意去追求一啲嘅痛苦。每一個人嘅十字架雖然係唔同，或者有啲人為主殉道，或者有啲人喺生活當中遇到種種嘅試煉，甚至乎要受苦，但係請要記住，係唔會重過主嘅恩典，超過我哋嘅能力所能擔當嘅。呢個係聖經俾我哋嘅應許。經常都會聽到個信徒會抱怨，話自己嘅十字架太重啦，我嘅十字架太重，太難擔當啦，所以佢好羨慕其他人嘅生活，點解咁寫意嘅？點解擔子咁輕省嘅呢？其實各人有自己嗰個十字架，無論點樣都係一個嘅十字架。主呼召我哋係要我哋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佢並且賜俾我哋有足夠嘅恩典，得勝而且有餘嘅力量。有一個咁樣嘅故事，人人都埋怨自己嘅擔子太重太重，佢又見到其他人點解咁輕嘅呢？有一日，各人就聚埋一齊，佢話如果有機會俾我能夠將我嘅擔子寫下，並且可以隨意俾我挑選唔同嘅人，我中意孭邊個擔子就孭邊個擔子嘅時候呢，我相信就一定唔同啦。所以呢，就有一個咁樣嘅做法，就係大家放低自己嘅擔子，然後嘗試揀其他人嘅擔子嚟到孭。結果係點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啊？結果每一個人翻轉頭嘅時候，就發現哇，原來其他人嘅擔子比我嘅擔子係更加重啊！
我以為佢孭得好輕省啫，但係當我孭起上嚟嘅時候，原來個擔子係好重嘅。感謝神，因為佢要我哋所肩負嘅十字架唔會超過我哋嘅能力，唔會重過主俾我哋嘅恩典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丘吉爾領導住當時風雨中嘅英國，佢呼籲人民要盡力嘅嚟到撐落去，撐落去。佢應許人民嘅並非安逸，乃係血汗、勞苦同埋眼淚。基督嚟亦都唔係應許人一個輕易嘅平安、容易嘅大道，佢只係應許我哋生活有力，走路嘅時候係有主嘅亮光。佢應許嘅係十字架有一日可以換取一個榮耀嘅冠冕。弟兄姊妹，你願唔願意都換取呢一個榮耀嘅冠冕呢？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。主耶穌，感謝你，因你為咗我哋嚟到世上，甘願走上十字架嘅道路。求你加俾我哋力量，使我哋學效耶穌嘅榜樣，願意捨棄自我，又堅固我哋呢一個背負十字架嘅心志，並且係甘願嘅背負，唔係被逼，唔係勉強。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，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。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，此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。但願呢一個成為我哋對你嘅承諾，亦都係我哋得力量嘅盼望。感謝你聽我哋嘅禱告，係奉靠耶穌嘅名求。阿門。今天星期天歌詞默想。各各他山嶺上，孤立一十字架，這是羞辱痛苦記號。神愛子主耶穌為世人被釘死，這十架為我最愛最寶。主寶貴十字架，乃世人所輕視，於我
卻是真神仁慈。神愛子主基督離天堂眾榮華，甘願為世人背此苦架。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，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。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，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。讓我哋憑住信心去領受從上主而嚟嘅賜福。但願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合一嘅真神，你當日點樣嚟到世上，喺十字架上面嚟到拯救我哋，亦都賜下呢份力量俾我哋眾位弟兄姊妹，能夠背負我哋各人嘅十字架，嚟到走呢一條美好嘅道路。我哋求你嚟到加力量俾我哋。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父上帝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同埋契通，時時與眾人同在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